數學呢家嘢真係搞到好多老師想教又唔敢教咯，因為真係難頂到爆燈。數學呢兩個字簡直就係唔少人嘅午夜凶鈴，甚至仲有同學仔喺填高考志願嗰陣嗌晒救命咁話，只要唔使掂到數學，叫我去通宵排隊買波鞋我都制㗎。講真啊，數學呢科真係好攞命㗎，好多人讀咗10幾年數學出嚟做嘢嗰陣都仲係一頭霧水，究竟學嚟托咩？除咗嗰啲專業工程師，依家有幾多人仲記得大學嗰陣學過嘅微積分、概率論同線性代數先？咁到底學數學係為乜？作為普通市民，係咪真係有必要學呢？吳君老師就拍心口咁話，梗係要啦，個個都要識少少數學㗎，因為真係超級有用。學數學對大部分行街買餸嘅人嚟講，唔係為咗解啲鬼畫符嘅方程式，亦唔係要變身做數學怪人，而係要培養嗰種數學嘅腦筋。數學思維唔單止可以令你企喺山頂度睇風景，咁樣嚟開闊眼界，仲可以幫你執翻啲常識翻嚟，等你可以行少啲冤枉路，而且每次人生揀路嗰時，都仲有多幾個選擇權添。話你知啦，我依家幫手搞緊企業戰略嘅諮詢，可以一眼就睇得穿啲嘢嘅本質㗎。而最根基嘅能力就係數學思維俾我嘅。好多人會唉聲嘆氣咁話，數學咁 Q 難，我搞唔掂點算先？如果要你計數嚟考試攞滿分，咁可能真係難過登天嘅。但只要你肯去試，要培養數學腦筋，其實真係易過借火㗎。跟住落嚟，我就同大家拆解5種數學嘅思維。呢5招，吳君老師同我都係靠佢哋嚟打天下㗎。第一招，喺渾水摸魚入面捉實條魚。呢招數學思維係嚟自概率論，叫做喺唔確定性入面揾到確定性。假設你做某單嘢，成功嘅機率得20%，係咪即係做5次就會有1次實掂？好多人都會咁諗，但現實係殘酷㗎。如果我哋用95%嚟做成功標準，呢件20%成功率嘅嘢，你要重複做14次先叫穩陣。即係話，只要你肯將呢件嘢重複做14次，就有95%機會搞掂。其實個計法就係咁嘅，做一次衰咗嘅機率係1減20%就係等於80%等於0.8，做 n 次都全軍覆沒嘅機率就係0.8乘以 n 次方就等於5%等於0.05，即係話你做足 n 次，至少有1次成功嘅機率會有95%，而次次都衰嘅機率就只係得5%，所以做足14次，成功率就有95%㗎啦。如果想衝到去99%，咁就要做夠21次啦。再貪心想去到100%，唔該醒下啦，呢個世界邊有包生仔嘅事㗎？做嘢點都要靠翻少少運氣嘅。我哋成日話啱嘅嘢就要重複做，其實呢句嘢就係概率論嘅街市版解說。所謂啱嘅嘢，即係大機率成功嘅嘢咯。而重複嘅次數呢？學識用概率嚟計數，你就知道原來堅持都要有量化標準㗎。初次喺商場打滾，有20%嘅成功率就已經偷笑啦。如果你肯堅持重複做夠14次，成功率就會飆到去95%㗎啦。明咗呢點就會知，創業一次過成功嘅機會根本就細過中6合彩，所以籌錢嗰陣唔好淨係 plan 一次啊，要預備好打持久戰㗎。有人又會咁諗，如果我做夠20個唔同嘅範疇，每個就得1%嘅成功率，咁係咪同專攻一個有20%成功率嘅效果都係一樣先？用翻95%嘅標準嚟計，1%成功率嘅嘢，你要做足299次咯。而且講緊仲要係單一範疇喎，即係話到底係周身刀冇張利會容易成功，抑或專精一門就容易上位？概率論可以話你知，你專心做好一範算啦。明咗呢點，你就會知道創業最忌就係貪心玩花款。如果乜都搞一餐，原本20%嘅成功率，隨時跌到得返1%，仲衰過之前多多聲咯。雖然呢個世界係冇必勝嘅賭局，但只要肯重複做大機率嘅好事，你嘅成功率就可以無限接近100%㗎啦。呢啲就係喺混沌中揾秩序嘅智慧嚟。概率論最正嘅地方就係教識我哋呢種思考嘅方法。我哋學概率論並唔係純粹為計數㗎，而係要識得喺人生交叉點度揀翻一條最穩陣嘅路嚟行。到第2招啦，就係識得睇水流，先知邊度有魚。呢招數學思維
係嚟自微積分，叫做用動態眼光嚟睇世界。一聽到微積分呢3個字，好多人即刻就會諗起嗰啲乜乜微分方程、物體運動公式，搞到頭都大埋。巴打，放鬆啲啦，我哋唔會講佢嗰啲方程式嘅，只係會講佢個思考模式啫。微積分嘅思考方法其實簡單到笑咯。微積分其實係牛頓發明嘅，佢老人家發明嚟做乜？係為咗想玩謝晒後世啲學生？梗係唔係啦。其實喺牛頓之前，班友連瞬間速度都未識計㗎。例如行完一段路，知道用咗幾耐時間先可以計到佢嘅平均速度，但每分每秒嘅即時速度反而就冇人識搞。於是牛頓就諗出用微分呢招，用無窮小呢個概念嚟幫我哋捉住個瞬間變化。至於積分就調翻轉，佢係反映個長期累積嘅效果。舉個簡單嘅例子啦，你推個波一下，佢即刻會有個加速度，但係並唔代表即時會令到個波有速度，要等佢累積一段時間之後先會有速度。有速度亦都唔代表個波會即刻移位，要等速度累積到某個程度先會喐。呢啲就係積分嘅魔法啦。反過嚟講下先，個波之所以喐，就係因為啲速度係慢慢儲出嚟噶。之所以有速度，就係因為有加速度儲出嚟。位移嘅度數係速度，速度嘅度數就係加速度。用顯微鏡嚟睇下個位移，其實就係無數個瞬間速度嘅總和嚟。用望遠鏡睇翻轉頭，位移嘅變化率就係速度。呢啲就係微分嘅奧妙啦。咁對日常生活又有咩用啊？其實明白咗微積分，你睇嘢就會識得用動態嘅視覺噶啦。加速度可以儲成速度，速度又可以儲成位移。人嘅成長其實都係一樣噶。你今晚好搏命咁溫書，但只靠一晚嘅努力係唔會即刻變到有能力噶。要將努力儲一排，先至可以變成能力。而有能力亦都要儲一排，先至可以做到成績。而有成績都要再儲一排，先會有人賞識噶。換言之，成個順序就係由努力開始累積，變成能力，能力再累積就變成成績。有長期嘅好成績，先至會有人賞識。呢個過程其實係同儲錢一樣，係要時間累積噶。但係好多打工仔第一日努力就會問，點解老細仲未升我職嘅？因為佢哋唔記得，想要被賞識係要等利息滾存噶。不如舉個調翻轉嘅例子啦，有個人一路都好勤力做嘢，但係突然間就開始偷懶，佢嘅努力程度跌，但係能力就唔會即刻跟住跌噶。可能過咗3-4個月之後，先會覺得力不從心。再過多幾個月先會俾人發現佢開始甩碌。好多人到出事嗰時都仲死撐話，今次先係咁啫，下次唔會噶啦。但係佢哋根本就唔知，呢個其實已經係7-8個月之前，因為開始偷懶種落嘅禍根嚟。搏命嗰時就想即刻見效，出事嗰時又唔會諗到幾個月之前嘅原因。呢個就係好多人嘅盲點。如果你識得用微積分嘅思維，用動態嘅眼光嚟睇嘢，就會明白努力係要儲耐啲，先會開始慢慢見效，自然就唔會心浮氣躁噶啦。吳君老師成日都話，莫欺少年窮，呢句嘢嘅本質上就係用緊微積分思維。後生仔雖然係窮，但佢嘅增長速度夠快，數學就叫度數，只要儲多10年8年，就有機會發達噶啦。佢仲教啲後生仔咁話，第一份工嘅人工唔使太在意噶，呢個都係微積分思維嘅體現嚟。起薪點幾多其實唔重要，最重要就係增長速度要夠快。微積分嘅思維本質就係教你用發展嘅眼光嚟睇嘢，任何結果都唔係即刻爆出嚟噶，而係長期儲落嘅效果嚟。出事嗰時唔好淨係睇表面，要追蹤翻幾個月前嘅軌跡，即係求道，咁先揾到真正嘅死因噶。做翻個總結啦。數學嘅思維唔係用嚟考試噶，而係幫我哋裝咗副 X 光眼鏡嚟睇世界。概率論就係教我哋喺亂局中捉實條理，微積分就係令我哋識得用進化論嘅眼光嚟睇成長。呢啲思考模式唔單止可以用嚟解題，更重要就係幫我哋喺人生路上做出精明嘅選擇。與其話數學係噩夢，不如就當佢係一副 VR 眼鏡啦。戴耐咗，自然就會睇到世界嘅運行規律。原來無處不在㗎。